才来拄着你，今日的后声，千里传到这，海海人心路，谁人来听惜？亲像我安尼，人人会当幸福，祈求一家有希望，我拢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你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守护。今日的后声，千里传到这，海海人心路，谁人来甲咱听惜？亲像我安尼，人人会当幸福。祈求一家有希望，我拢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你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守护。听头来为着伊，我甘愿合掌长跪，直到天明。心肝内伊在祈求的摇笑声，亲像我安尼，人人会当幸福。祈求一家有希望，我拢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你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甲咱守护。缘分来到你我之间，手相他，情丝乱。有因相想，无因自责，残一半行问刺强正，总是会有一天，人会看天开月影，后暗搁遐一领被烧我。自细娘娘啊，多谢你的宝贝。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来到迪卡的中原普渡来唱歌的歌会吼。来，那今麦头几首歌，我们来线上来三声的自烧一下吼。我们三声记上了，我们还没自烧。中原普渡，我们先祭出自烧的爱，先上三声四果自烧一下，以表我们的心意。来，破下吹嘞！
至少一下 ，Come on。我的心，你的心，因没有交集。我看着你手水里，嘴角毫无笑意。为什么我要这样欺骗自己？说什么你还是当初那个你？我已经没有分辨名利的能力，只能用力吻着你，想要身体留住你。But it's so I can't be seen as falling and down. 这样的痛你懂不懂？我看着你，可我心里却空无一人。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盲目的等待。你看着我，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笑着却倦怠。爱。我的心，你的心，因没有交集。我看着你手水里，嘴角毫无笑意。为什么我要这样欺骗自己？说什么你还是当初那个你？我已经没有分辨名利的能力，只能用力吻着你，想要身体留住你。But now, feels like everything is falling and down. 这样的痛你懂不懂？我看着你，可我心里却空无一人。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盲目的等待。你看着我，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空无一人，盲目的等待，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笑着却倦怠。多谢大家。来，我们今天那个画面哈，那个馄饨倒不行，嘿，馄饨合夹馄饨，咱本喜即将有个合夹吼，我们这个和谐且馄饨吼，不用担心，我们中原普渡吼，虽然说是祭拜好兄弟，我们三生四国都已经传侯喝水啊，来，今晚吼，咱三生五四国吼，今晚去呛声会，呛这啦，来，就是呛这啦，呛这，就是这。台湾家己底下空想起，突然去就对我啦，对唔？欠这一位，欠这位，就是欠这位，对，咱哪卡是吹落去的哦，来，欢迎来到的中原普渡歌会，大家午安，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恁今仔日的主持人朱蒂卡，咱今仔来到高雄吼，这大高雄港也过来唱歌，我今仔就感谢阮感谢恁的邀请啊，其实嘛无人邀请我来啦，我家己想要来的。右边闪的眼睛有点痛，这个不是我的锅啊，这不是我的锅，倒手柄架手柄，对，架手柄那个霓虹灯的那个现象是阮家的大佬啦，阮家大佬在上，在集资上的电脑，真正有够下趴，有够下趴，我怎么可以就是浪费掉这么下趴的电脑？我们中原普渡歌会，在我收到我今年4月底5月初收到了这一台电脑的时候，我就想这样子玩了，来盘家追蕊。我想好久了，你们知道吗？我录好久了呢，我这个效果录在那边就放在那边，我就一直没有办法用它，你知道我多痛苦？我瓦痛苦，您刚在。我们今天中原普渡让大家眼睛痛一下哈，你们先帮我听一下我的 BGM， 高外声，好，阿德鲁诺卡西拉，台湾诶，
那一家台湾那一家伊拉塞很混沌又好好笑是吗？欢迎来到本频道中原普渡1年1度的歌会。我们今年中原普渡歌会算是我们在这个频道开通以来第一次进行哦，第一次进行。对，我怎么可以放过伤害你各位眼睛的时刻呢？没有错，彩虹、长辈图、星系名体已经伤害不了你们了。我现在使出我的杀手锏，我用你们的魔法还击你们我用你们对我的魔法还击你们これがいいんじゃない？道の色素晴らしいじゃないか。だよね，博雅大姐。朱麒麟，对，我今仔日是恁的朱麒麟。好啦，先豆豆啊，先跟姐姐拍姐交好，无啊，叫你再快转，眼睛好痛。没有啊，我们这个就是要快转。对，我们这个就要快转，因为我们今天其实基本上就会准备几首电音歌曲，这个不快转起来，对不起我自己。好了，不然先不快转了，我们先不快转了，等一下，等你哦。等一下，如果我们唱到电音歌曲的话，我就要快转哦，我不管。等一下哦，好，等一下我们唱到电音歌曲，让它快转一下哈。好了，我们先正常速度啦。好，我们先正常速度一下，好不好？正常速度，伊拉塞，星辰飞雪，当初就不该给你的，你当初就该给我的。当我收到的那一刻，我就早就想这样子玩了，好吗？我早就想这样，我现在想说，哇靠，大家花了这么多钱，我怎么可以浪费大家的心意？你们的心意我全部都收到了，对，我就想要这样玩，我就会想很久，你知道吗？然后就顾啊。不知道魔法攻击都没有人有，但是对刘妈十分有效果，没有错，效果显著。刘妈现在已经退订了，对她退订了。她生气了，她再也不要来我的频道哦。她连会员都退了，会员也退了。刘妈不要丢下我。好啦，我先跟他，高志老师你拿下，我先跟大家跟他打招呼。好，我一下基本上嘎叽底下狂想曲应该是没有盖过去了哈，等一下哦。好来。首先是塔娃娃，感谢塔娃帮您各位尊爵不凡的来宾们，我们那个高雄的乡亲们准备的这一系列歌单，今天是就下趴就和听爱带来唱给您听哈。所以就来到8月1号8月1号星期8月1号星期刚下列莅临哈。8月1号先生是来自于去年我们卡夹发行的时候在接生，听到了卡夹这首歌才被吸引过来了，现在已经变得很，我不想说他变坏。他一定还存在着他的良善，你说是吧？8月1号先生，对，他只是入境随俗而已，他只是趋向于恶势力低头了，没有办法。好，8月1号先生，我相信你还是很良善的哈。来，光合作用伊拉塞，公孙乖伊拉塞，马克先生伊拉塞，断腿三哥伊拉塞，然后薄荷伊拉塞，然后他可以伊拉塞，然后马克先生有刚看到瑞后伊拉塞，库玛伊拉塞。然后小天安安哦，然后牛妈你还健在吗？牛妈不要退订我，拜托牛妈。最近我都在挑战牛妈的视觉以及她的美术风格，这样我就没办法像牛妈这么有美术底子啊，我就只好放风了，你知道吗？就完全就雷迪够了，你知道吗？阿月饼，对，这画面没有怎么了，我只是用你们的魔法还击你们，就是这样子。弟弟瑞德伊拉萨，今天可以切回。姑妹，我今天等一下，我开起来了吗？等一下，等一下哦，对，那个我不小心开起，我现在关起来，了。好了，你们有办法看就看。小喵喵，你来了，小喵喵，这间的画面就是可能有点乱，但是那个就是应该是还好，对，我们习惯一下就好。lobo 伊拉塞，然后水蜜桃小团子伊拉塞，然后。我看一下，我追不到聊天室等一下，我追不到聊天室。维勒伊拉塞，然后对不起，我全部关注，对不起，无需道歉。当我收到了这台电脑，我收到这台电脑的时阵，我就想要按呢做啊，我想就久啊，您刚才我想好久，对我就是这个泥机，这个彩虹，这个霓虹灯，这个中原普渡歌回，我想好久。你知道我那个影片录在那边才短4秒，我放在那边。放到生草，你知道吗？放到生灰尘，这样速度画面真的很大，很炫炮是很炫炮，是不是？对，有个炫炮。那等一下我们如果有唱电音歌曲的话，我们要把它快转哈。然后阿宾啊，你来 shine，然后好牛妈，等一下，
等一下。牛妈已经先退出会期2个月吗？自从就是我们这边就是越发就是长辈图的风格越发蓬勃，牛妈就已经受不了，就直接先退出。所以原来你不是现在退出，你是早就退出了，是这样子啊？所以在这里单身，对不起，我错，我入围很奇怪，帮我处理蜘蛛新电脑，不会再放了，不要啦，这个现在那个旋转的舞台跟这个霓虹灯很治愈，不要这样子，很珍贵的。我一直在思考我要怎么回馈你各位大佬赠送的这个电脑，这不就是中原普渡歌会现在就用得到了吗？你看我下方我的脚下还有一台，这是什么电子花车多么的适合中原普渡歌会，是不是？我们致力推广与本土，我知道你们送我这台电脑就是为了要迎合我致力推广本土的这个电子花车的这个元素，你们真的是太贴心了，好不好？本频道的面线们、熟男们真的是很为我着想。对，你们这个霓虹灯元素，你们没有想过说我会拿来做一些中原普渡的一些效果吗？你们想都没想到吧？你们一定早就想到了，你们不要再装了，知道没有？我没有学坏。请问8月1号先生为什么称你8月1号先生吗？不管，反正他就是8月1号先生，我不管。然后滴滴六，我还有个在吗？然后你看追不到聊天室，默默跟谈啊，来普渡了吗？这把烤鸭要放哪里吗？如果可以的话，你帮我放那个蛋糕旁边好了。对啊，蛋糕旁边现在有那个三升的猪肉，你小心，因为它刚炙烧完很烫，小心不要烫到。谢谢布西米亚老师，等一下，布西米亚老师你献祭自己耶！哇，你们献祭自己耶！啊，我先追一下聊天室。好久不见，面试跟猪猪说他是谁哦，然后录了4秒，放了4个月，是不是？那个久住青烟，对我真的托你们的福，我们中原普渡歌会很多东西可以玩，好不好？要提示 A 开头就8月1号先生，你解释的好详细啊。于是就变成8月1号先生，突然觉得好，现在观众会被普渡人是自己，不是我无意普渡大家，对，今天我们就是一个电子花车普渡的一个概念，对，大家不晓得为什么波西米亚老师把自己献祭上去了，对，それがいいんじゃん、楽しいんじゃん，这个为什么不挑一个？不要，我喜欢这个电脑，我超喜欢，你们为什么不让我摆？我不管，而且我等要唱那个电音歌曲，我还要让它就是转，然后转到大家眼睛很晕这样子。马克先生可以稍微查一下 DC 聊天记录。对，马克先生如果会使用的话，这就是不太会使用啊。因为准备那个供桌，然后会真的唱歌。你想的太简单了，水灵宝贝。我这个人叫你要自己出头，那我可能只有安那年，是不是？我这个人这么多出头。一定就是玩到爆啊！我们1年1度中原普渡歌会，我不止就是在听觉上面，对，要让大家享受一下我们这个非常沙趴的下午之外，如果您想要看一下聊天室，想滴一下猪猪的时候的那个视觉效果是下趴的，我们兼具视觉，对，不是视觉，对不起，视觉是谁？我们兼具视觉、听觉、听感。我们兼具视觉以及听觉，我要开发你各位的五感，好吗？事实者为俊杰，我可以的话，我希望有像俊杰一样的好歌喉哈。不要599，不要！你这个电脑我可以用长久，但是不要599，太廉价了，好不好？今天是光害普渡吗 ？OK 的啦，这个就不过就是我每天在看到的景象。我希望我不止一个人看到，不能只有我一个人看到，大家都要一起看。我现在每天面对的是多么下趴的一个场景，海景第一排的电脑，我们家大佬送的。是不是我要好好利用？我想了这么久，就为了今天，是不是？就跟我的退路一样，好难唱哦，我至今还是练不起来。但是我等一下一定还是要唱，我不管。幸好不是3D，我怕像是3D 普渡电子花车。默默跟台啊，你可以期待一下。8月1号先生对莫名其妙被改名这样啊，然后就是电脑看起来是对，没有错，这个就集结各位众大佬们，对，偷偷帮我集资送过来的电脑好下趴，我好喜欢哦！我当时就觉得我中原普渡歌会一定要这样子做，大家一定很开心的。你看他们多开心啊，他们笑得跟孩子一样的，是不是？我肚子的声音有被录进去吗？我刚刚肚子叫了，我肚子好饿。然后波卡利伊拉下，然后49认为是 CFO 的什么东西呢？对啊，44姐、丁姐，你在开球开启第8感燃烧球宇宙吗？可以把你们第8感烧起来，没有问题的。我们双子座可是很帅气的，是不是？然后电脑RGB 不能关掉吗？我不要关掉，其实可以关掉了，但是我就是要，今天是中原普渡，我就是要，我右边在下趴，
我的下方也在下趴，有没有看到？然后我的左边就是我们迎来我们的鬼才中原普渡生日祝寿蛋糕，来滑下去了。就这么刚好的，我们今年彩彩生日就刚好是鬼门开，一切的巧合真的是太巧合了。我还帮他放上了可以补财库的金元宝之外，还帮他原本想帮他送上那个后楼修的这个祈福平安的金纸，但我觉得那实在太 over 了，于是我就自己留下来，自己烧掉就好了。本土文化万岁，好好玩哦！是姐听姐，你可以关啊，他不愿意关，我晚上才会关啊。对，我晚上才会关。我们这么下趴的中原普渡电子花车歌会怎么可以关掉？是不是？钢管舞吗？说真的啦，我想跳好像也没得跳，你们要不要下来帮我跳一下？我想跳真的没得跳就主播千万能眼前充满七彩霓虹灯跟人生青红灯是对的吗？是对的。您眼前看到的这个七彩霓虹灯呢，迎合我们中原普渡歌会的这个元素以及我们的这个庆典的这个形式啦。对，但是如果你现在刚好好死不死看到是那个人生走马灯，我可能要提醒你一下，是不是最近太累了，还是说你现在已经要走到人生的最后的阶段了？CFO 那什么东西啦？好啦，来顺便宣传一下，兄弟们，我们为期3个月的募资，今天晚上11点59分就真的要步入终点了，要终点站了为期3个月的马拉松，妈呀，还没赞助的走过路过的，先不要关掉视窗。我知道这个霓虹灯太下趴了，但是今天一定有好玩的，你留下来绝对不会后悔。然后总之呢，来了都来了，250块就可以赞助我们哦，好不好？我们赞助方案真的是整整跑了3个月，今天是最后一天啊！猪猪的灵压又没了，对，但是非常的踏实。这3个月发生好多的事情，对，但是很开心，很多的顺利。什么叫很多的顺利？对不起，很多的计划都顺利在进行着。对，虽然说我的灵压没了，然后累成猪，对，但是好踏实，是不是福利熊先生？而且维多米亚的不要啊！我这么喜欢你们给我的电脑，干嘛这样子要把它拆掉？台湾的英雄流原来是这样啊！これが申し訳ない，谢谢科普，牛妈，你当钢管啊？薄荷，你想当钢管的话，你要点上谁？上去给你撸撸蹭蹭啊！哈，不是终点是里程碑啦！谢谢马克先生，也是啦，是里程碑。谢谢。然后也我觉得命理老师的梗真的很可爱，因为这次我们呼噜老师也是 VTuber 的他，也是命理老师的他，就是也是有特别赞助。然后我就说老师你太客气了，就是谢谢你的赞助。他就留下一句话说没有啊，我只是想就是在龙柱上面留下名字。他称为我们这次的方案叫龙柱，好哇，真的是好荣幸哦！所以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如果说你也想在龙柱上面留下您的姓名的话，对，我们最后机会要把握，倒数几个小时，我看一下，倒数几个小时，哇靠，倒数9小时，想要在龙柱留名就是现在！哇靠，现在说，哇靠90，等等，现在为什么是95万？等下为什么？我靠哇，换了发，起码那是安怎熊比你？等下，95万是安怎熊比你95万是啥物赞助咧？等下，小紧啊！娘喂，等下，有一个王先生，咱咧家己底下套住嘛，吹落去啊，盘啥吹咧？娘喂，咱即摆咧这个方案95万啊！王先生，你要出来一个无？王先生，你有爹无？我即摆 call in 过去哦，等下，王先生，哇，你真正早起做真正我真正会学了甲伊搭志你真正 sense 就好诶，早起做迄家己底下套住12万呢上头一个早走诶是咱阿吹嘛是安尼一键按下马上12万安尼修一个我们的方案马上跑到那个时候好像是20几万吧20几万的时阵鸟诶，今摆那个方案来到95万哦，我们有没有机会破100啊？我的天哪！谢谢王先生，感谢你的支持，感谢你留下了龙柱，好可怕！等一下95万6252块咯，拍下钱
虽然说觉得可能有点不太容易，可是我们最后5万就可以破100万嘞！妈呀！956252，天啊！我现在情绪好激动哦！我现在先把这个数字6252，天哪！956252 ，My God！ 我们还差最后5万呢，就要破100万啊！各位兄弟，100万不是梦，各位兄弟，好可怕哦！天哪，最后5万就要破100万了，100万不是梦，各位兄弟！等一下，我改一下。天哪，真的，嘎叽底下套组又吹落去啊！妈呀，真正就有尬词哎，真正有尬词，这个翁神是，谢谢啦，谢谢支持，太厉害了！啊，这个翁神是到底是啥人呢？すごい！見て，你们有看到吗？他更新了吗？啊，为什么他不更新？等一下，不是，我们现在是95万了，你等下帮我更新一下啦。等一下，为什么他不帮我更新？那个来几百？我们现在95万，我天啊！啊，真的是550波比，重心哦，有你就有过桥啊！天哪！啊，真正是来到咱95万6252块啊！我的手ございますね！啊，ありがとう，谢谢。这个王晨是到底是啥人呢？真的是大佬中的大佬呢！我真的没想到，隐性大佬哎，妈呀！谢谢了，天哪！韦成毅拿下哎，太猛了！就好奇这个时间会不会有那个？哪位先生？我看一下。严先生，阎罗王的严先生，我喜安抓是严先生呢？喜安抓，为什么？他话这有什么内梗吗？喜安抓是严先生的赞助嘞？啊，我今天差一点呢，我们这5万就要破100万了，我妈呀，怎么办？好紧张啊！紧张啊！这5万就要破100万了，是阎罗王吗？说一下，这个牛妈饥渴原厂。风扇在你家吗？它原来就是 ARGB 吗？很漂亮，好不好？我喜欢到不行。我看到它的当下，我马上就浮现了中原普渡歌会的灵感，是你们给我灵感的。开心吗？你们给我这么棒的灵感，我怎么会错过呢？这么棒的电脑，这么棒的海景第一排，这么棒的霓虹灯，这根本就是一个电子花车的概念啊！我当时就心想，天哪，我们家面向好贴心哦，电子花车的概念送给我了。OK， 我今年中原普渡歌会我就这样玩。你们万万没想到我会这样玩吗？不是啦，你们早就知道了，一定是这样才送我这个，不是吗？是不是？我各式各样的东西都可以玩出一个台湾梗，好不好？你们一定也是这么觉得的，我的面线们，我的熟男们，不是吗？贝普桑伊拉塞，职业先生伊拉塞，然后杨豆妈。人文知识先生也拉塞，我好开心，我们只差其实是44000块，是不是就可以破100万了？44000块就可以破100万了啊！天哪，好应景，好喜气！你看我们左边的这个祝寿蛋糕，迎来了非常非常棒的一笔，真的是补财运呢，是不是？我帮了彩补财，我也帮我们的频道补财耶，财库啊！统一规格才把风扇全部换掉，为了美观，还好的审美直接长在这，你审美直接长在我的脸上，到底是好还是不好？RGB 不是让你拿来这样用的吗？它很漂亮，它这么的下趴，而且那个轮盘还在转，它完全就是为了迎合我们台湾文化的电子花车啊！你们一定早就知道我会这样子玩了。我们这是心连心的好朋友，是不是兄弟耶？搞不好这位罗先生赞助，罗先生是我们那个他开头的那位，要记得拆掉，不要，你们不准拆。下次如果有机会再让你们帮我换电脑，你们绝对也要保持这个就是非常下趴的风扇，不准换掉，知道吗？好，全部换到猫头一个人，然后风扇就1万出头。
哦，这个可能就不太懂，对。但是谢谢留下了龙柱，你们在最后的一刻留下了龙柱，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而且是一次就充了12万的这个嘎吉提亚道主，我好开心哦！天哪！啊，もしかしたら，等一下，妹不桑吗？等一下，所以这个12万是妹不桑在帮我充一次吗？妹不桑，君でしょ？那嘎吉迪亚套主是妹不桑，过来冲一摆啊啦！我的天哪，银星大佬妹不桑哎，95万6252块啊！天哪！但是与会的各位莫急莫慌，路过的各位看到这个 RGB， 我相信你会很喜欢，满满的台湾价值。但是请不要关掉视窗，走过路过，我们12万这个实在太高额了，赞助不起无所谓，我们最低额其实250块就有了。应该是妹不桑哎。妹不上，然后跑掉了，他赞助完就跑掉了。等一下，啊！当初基本分是想要挑全景玻璃，结果后面看到旋转台，直接跟老妈说：“对呀、这个超赞的，好不好？”我当下看到满脑子就是中原普渡歌会，我就是要这样玩，我不管，就是要这样玩。谢谢妹不上，你感动啊！有头有尾，妈呀！的确呢，妹不上在我们5月28号的晚上当天，他就快点先赞助了38000块的那个套组，嘿，真的是那时候感觉其实就吹很大力了。我觉得哇，这个感觉新观众已经吹很大力了，没想到在我们募资的尾巴吹得更大力，那12万套组人家铁照啊！天哪，熟男的财力真是不容小觑哎，这是熟男的财力，我天哪，满满价值的，不愧是大佬，都从大的开始。他哇，你也不遑多让好吗？他哇，你的那个高阶会员大概也还蛮大的，你还知道吗？我们年资第一是怎么冲出来的，好不好？啊，好开心，谢谢你们，谢谢！哇，在我们最后的这个8小时，留下了这么大的龙柱，我们还差46000块，46000块，我们就要破100万了，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缘分？在一起冲，好开心哦！总之，我们的中原普渡歌会马上在吹了 key 哈，来，我们快点现在进行下一首歌啊！来吧，好感动哦，真的是吹到最后一刻哎，妈呀，好感动哦，妈呀！来，那你嘎吱掉空想曲，待会可能的先来跟掉啊哈！来，这首歌我们大家帮助朱星精挑细选的，然后也是他哇替我们在 DC 频道整理起来的这首第一首，来献给大家。等一下，没有，大家都是我的大佬好吗？阿月先生，然后约米娅去猜看，不要，我跟你们讲，我就只会在那个啦中原普渡歌会放出来啊！不要拆我电脑，我很喜欢这个电脑，干嘛拆掉它？我这么喜欢还不好吗？我这么喜欢，一直在思考要怎么运用它，你们一定觉得很感动，你们一定超感动。我们家熟男真的是吼，都只会委婉的就在那边感动，然后点我，你们一定超感动。满车回率，主标 BI， 来，咱来唱这首歌吼。哦，好，献给大家。下晡一个人踮厝内，西北雨阿冬透我的衫，外口的人也袂转来，戆戆咧等，戆戆也一支雨伞，为你规若摆款袂去，全世界找袂着你的形影，凡世会当甲你放下，其实路命换来拢无要无紧。对，气氛一下就变了，气氛一下就变了。哦，踮遮几暝看电话相识，我踮遮等待拍无去的人听厝内的声，声声伫咧予我洗来洗去，思念灰小房间袂开的
回无要转来的人，美丽的你，也想着你当时也管你的记忆，路边的话，漫过路雨纷飞，时代在变，我孤单我一个人，问天也不捌，想来啥物拢无，这阵我要予你的爱。有花有目的人，煞会落不明。还没听到哭吗？就是你们一定觉得很感动，你们绝对超感动的啦，是不是？你们送的电脑我这么珍惜它，它运用的这么恰到好处，你们一定觉得猪猪真是太棒了。没错，超棒。哦，甲你的记忆啊，藏伫我的心内，骑你的白马啊，行你要行的路，风做来花，路途中一阵香气球，南无观世音菩萨那尊讲，你选着一出悲剧，你敢会看？搁山落来头前，迄撮歹行的路，梦中的我。看你斗斗啊行，牵你的梦，有一天咱做伙返去迄个所在，我惦起的爱，甲你惦起的心，伫这黑暗时代是有缘无分，写袂了的批，甲讲阮所的话，用开袂完的情。看人去流空，雨微微的落，天微微的光，歌你微微的笑，后世人再会。但是咱中原普渡的歌会，咱头几首歌就非常的应景，满城回绿，竹标彼岸。人心出以来塞，思起以来塞，这是好可爱电子花车，无唔对吼。今仔日咱电子花车这个中原普渡的歌会吼，满满的台湾价值。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然后也不要关我视窗，拜托。我们1年1度的吼，咱参加一个吼，1年1度吼，而且我们这个也是1年1度吼。今天的募资最后倒数吼。到我们下方的那个 QR code 扫进去，倒数最后8小时，虽然说不晓得是什么样的活动，没关系，只要你有250块，就可以参加我们的龙柱活动，自己讲。然后我们在置顶连结上方，好的那个连结点下去，我们大宝是加码10000元的购物金抽奖，会在今天晚上猪猪。在募资最后冲刺的配信，好难得会出现的这个晚上的时间的配信会抽出我们的得奖者，好，然后我们活动直到今天大概统计到8点半，好，所以来都来了，留个言参加一下，分享一下哈。最后就是差最后46000块，我们就要拼到100万了，好希望有机会哦！你们真的好棒哦！真的是差最后46000块，拼100万，我们的募资要迎向100万了，妈呀，妈呀！最后1里路了，请大家帮我宣传出去。最后的46000块，希望有机会，真的我们把这个最棒的这个丢 V 的这个。专辑这个专案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都是最棒的台湾人，你们也是，我也是啊！好了，我是台湾猪，谢谢你们。然后我觉得今天看到这个95的数字，好振奋人心哦。我们来点下趴一点的东西，一起拉塞。可是这首歌我会不会唱我不知道，但是它被整理进歌单里面了，我们就试看看吧。我试看看哦，它很下趴哦。
我试看看。啊，不好意思，太棒了，太棒了。然后啊，因为它很下趴，所以我不管，我现在要那个伤害你们的眼睛。因为它很下趴，所以我要伤害你们的眼睛。好，就是摸阿布牙嘎基，我趴下追嘞！哦！我靠，好嗨哦！咱中完报道歌会摸阿布牙嘎基哦！准备好啊未？一起马上，初恋爱情算讲电话生气，我将君哟。那听一句我爱你，满面是红记记哦。尤其是小姑娘，心内心真欢喜，表面上一直甲真生气。巴比巴，初恋爱情算讲甜，我将起你哟。那听一句我爱你，满面是红记记。生气，我要再生气，不够，好可爱哦！咱的行真趣味，我都是你哟。爱情的路像火箭怎么念？小滚滚滴滴起，不管是落雨天，也可是风台天，有关系那最顶到趣味，到彼边哟，爱情的就像火箭，小滚滚滴滴起哦，是啦！我就是要伤害你们的眼睛，转把七彩霓虹灯，狂拉的人有勇气，不惊一切哟。只要是心内的，实时来面对，若无会就该啦打地堡，咱的爱有勇气，不惊一切哟。无论三更也半暝，摸阿布也加起，摸阿布也加起，摸阿布也加起啦。水啦，真正是摸波牙嘎起呢，好赞哦，好赞哦！谢谢你们帮我整理这首歌，根本没唱过，但是很像从小听到大，大概知道大概怎么唱，大概。然后我问你们，为什么我们那个时候是说是按照我 Happy Birthday 这首歌啊？因为咱中原普渡过两个的关系吗？因为我们中原普渡有鸡蛋糕，左边的这个鸡蛋糕的关系吗？好嗨哦，超嗨的！好，等一下我喝口水。哦，来走过路过，好，不要错过。咱今那里是中原普渡的歌会，好，我们满满的这个七彩霓虹灯电子花车。拜拜给人歌，满满的台湾价值，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最重要的是，有没有250块？嘿，不要问我250块干嘛，反正那个是 QR code 扫进去，吼，反正那个参加一下那个龙柱的活动，那样好像老鼠会哦。好啦，我们募资活动今天倒数最后8小时，那因为我们这一次的募资活动已经感觉要破100万了，希望真的有机会，我们只差最后的4万4千块吗？我刚刚是算成46000，是不是？应该是44000。等一下，4万我们到底是差多少钱呢？44000块吗？我数学好烂，好不管，总之走过路过，就是不嫌弃的话，欢迎参加我们最后这个募资的尾巴，好不好？谢谢你们，好开心。对，希望我们一直到今天晚上真的有机会破100万。
然后我蒙阿波我唔敢去啦，对，我蒙阿波唔敢去。等一下，为什么你们又不见了？等我几了，我把你们抓回来哦。等我几了哦。好，然后民友伊拉莎也欢迎大家。我们今天是中原普渡歌会，你们会看到很下趴的这个效果，没有错，完全就是银河电子花车中原普渡可以看到的。我们就只差钢管了，好吗？好问题是不是因为仔仔吗？对，套炸就人家还没营业，是没错。然后鬼之又欢迎伊拉莎，然后玉子伊拉莎，欢迎大家。被花车载走了，这样吗？要不然等一下如果。就为啥要放寿金嘛？那个是中原普渡的那个门靠经，不是经，门靠经。其实那个就是那个后头修的赐福经，对，所以呢不太一样，它那个是很福气的东西。那没关系，我们待会看看这个月的寿星那个什么彩彩或者是阿吹会不会来好了，因为阿吹是两天后生日。然后彩彩的话是23号生日，我们今天就赌看看两位寿星会不会来吼。来的话刚好可以唱一下。有没有关系？来晚了哦？你说来晚了吗？那你要赞助我们的募资吗？250块就可以哦。有老鼠会。然后最后8小时，我们已经快要破100万了，希望有机会破100万啊！你来啦！哦，被超度了吗？哦，长官，我知道，你现在可能已经体无完肤了。长官为了支持我们的专案，我总觉得他跟长官，你说你最近是不是睡公园？你是不是连阳台都没得睡了？应该是被赶去公园了，对吧？破100万的骑士去蒙，破100万我不敢去蒙阿波啦！啊，破100万我不要去蒙，我真的很胆小，不要，我真的很怕，真的破100万什么旗哦？我想一下要插什么旗在那边，有什么旗可以插？我的酒砸琴呢？你们也被勒过啦，酒砸，感觉很像之前也砸过啦，台词回也回过啦，回过是什么？那个旗要怎么插？插这边要怎么办？然后樱花感谢也要在 V Stage 直接唱了，然后我还有什么旗可以插在那边？破100万的话，我还有什么旗可以插在那边呢？我想一下。公园太豪华了，公园对你而言反而很豪华是吗？所以我们这个时逢农历7月，你是直接被赶去蒙阿波是不是？你就连蒙阿波也嘎去啊？嘿，人家的朱棣凯这个专案赞助再赞助，今天蒙阿波也嘎去啊？哦，今天是安呢？好了，谢谢你们的支持。我要插什么旗比较好啊？100万的旗是什么？100万的旗啊！我这个人太不会力气了，我想一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玩的啊？算了，先唱歌，脑袋在转圈圈，100万的旗要扎死我，脑袋在转圈圈。好来，谢谢你们，我们真的要迎向100万了。对，不过大额小额都是好额啊！我们看到琴丝。也帮我们赞助了，谢谢！因为猪猪入坑，您看到猪猪有今天真的很感动，希望入围金曲吗？天哪，好感动哦！谢谢！我们来到95万7182啊！真的是我看那个1分1秒在倒数，每一分每一秒在倒数啊，好紧张哦！谢谢你们。公园都还抢不到位置，你们真的是熟练的让人心疼哎！老舍歌会哦，你们会想听吗？因为我老舍应该就我觉得我老舍不能听哎，只要你们不会中风的话。站在电子花式上面要来一首《领布宫》吗？啊，《领布宫》我好像没唱过，可是好像可以耶。谢谢秦思，谢谢你赞助我们的专，谢谢你在最后一刻留下了龙柱。谢谢，然后
我帮大家把这个金额改上去，等我一下，957182，哇，真的是一点一滴的，129个人赞助了，谢谢你们，957182，等我一下哦，谢谢你们，7182，好感动哦，天哪！谢谢，いろいろありがとうみんな，いろいろありがとう，谢谢，来，我再改一下。我最近其实一直忙到失智，然后今天晚上呢，我很难得的会9点开台，跟大家一起冲刺到晚上的11点59分，最后一里路了。然后可以的话，也请帮我分享出去，我们已经快要破100万了，希望有缘人可以来赞助一下我们的专案，不嫌弃的话，我们频道支持起来，谢谢你们，谢谢哦，真的是谢谢你们大家大恩大德。这个这么台的频道真的是对我而言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里程碑了，我天哪！秋天枫叶伊拉塞阿里贝扎贵州。秋天枫叶，我们已经那个赞助最后一里路了，最后8小时250块就可以赞助哦。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不要蒙蔽了你们的眼睛。对，因为真正蒙蔽你们的眼睛呢，是我的3D， 我现在开出来的是2D。真正蒙蔽你们的眼睛的是3D， 不用担心。晚上才能当推手吗？没有关系，追生者大鹅小鹅都是好鹅。我们晚上一起推，好，一起推，好紧张哦。谢谢。然后我们紧接着来下一首歌，而且我现在肚子很饿，我今天大概陪伴大家到5点半左右。对，5点半左右，然后可能快点去吃饭，然后洗澡，然后刷牙，9点就准时跟大家见面。好期待！晚上虽然说可能会很弥留，但是我很难得有那个时间可以跟大家一起倒数这么有意义的一个活动，所以我其实心情是非常非常踏实的。对，今天超嗨，好不好？超嗨！来，接下来，紫西瓜，这首歌会录我们的中原普渡歌会，也真的是。对，怎么会玩成这样子？我突然觉得对他很抱歉。我突然觉得对这位日本歌姬有点抱歉。来哟，us to us。尘归尘，土归土，行きましょう。us to us， 今天一定要嗨的，我们要破100万了，大家帮我们宣传起来。最后，多少钱？43000块，我数学好烂，43000块，我们就要破100万了，天哪！降りしきる強い雨描いた夢の果て震える肩のなし歩き続けた擦り切れた小さな手隙間を埋めるまで色の消えた記憶拾い集めた愛しさ優しさすべて投げ出してもいいなくしたもの見つけたなら傷つくのが定めたとしても心はまだ色を放つ最後のスタート舞い上がれ Dust to dust Ash to ash 彼方へ願いの破片よ届か咱这首歌唔哪有尘归尘土归土，各有头油给哦，真正应景哦。
遠ざかる通り雨消えてく夜の風孤独影がそばに佇んでいた選んだ正しさすべて間違いでもいい信じたもの守れたなら傷だらけのガラスの心が忘れかけた熱を灯す最後のスタート舞い上がれ Dust to dust Us to us 彼方へ願いの破片よとよけ有数无捌嘅他当蒜头鸡，数无捌鸡会补血，加当蒜头鸡会开年，真正好食甲会搭志。即要当要拜拜，中原普渡请爱用数无捌鸡，感恩感谢罗拉。真正腰神哦！迄唱歌的时阵，真正唔通看迄聊天室呢。头油鸡，我巴都就要的啊！傷つくのが定めだとしても心はまだ色を放つさよなら中das愛になれ Just to just いつかの弱さへ傷だらけのガラスの心が忘れかけた熱を灯す最後のスタート舞い上がれ Dust to dust 足to足彼方へ願いの破片よとよけ真正头油鸡有够好食，你敢有食过？迄好食的头油鸡有够咱好食的，敢会搭志？那个头油鸡土窑鸡的那个皮呀，它那个肝从那个土窑挖起来，你那个鸡腿跟那个身体分离的那一瞬间，那个鸡汁四溢，被喷到还会碰趴。咱若是碰趴要安怎呢？就不要紧，来金万堂万宁软膏来到吹落去的有咯。本频道由金万堂万宁软膏没有赞助播出，谢谢。对，他当蒜头鸡，往来口粿鸡，就是爱头油鸡，很好吃啊。头油鸡、蒜头鸡，愿望的碎片来换来香香。我跟你讲，愿望的碎片我觉得不算什么，但是如果可以换来香香的头油鸡，可以。可以，我要发愿换来香香的头油鸡、胖胖的头油鸡啊，那好不？很好吃哎！因为我早上其实在忙录音，所以我其实早上就是吃完早餐，很匆忙的快点录音完，然后中午快点安排一些就是很疯狂的这个很伤大家眼睛的这个，就大家眼睛已经坏掉了，对，不管已经坏掉了，一年总是要坏一次的，好。我们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一年总是要换一次的哈。这个对这些很疯的东西。然后我再给你们看一个东西，这个我原本也要录我们的那个这次的歌会的背景，但是我觉得实在是太混乱了。我想说算了，放过你们。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是我还没调整过。哎，等一下，它怎么歪了？对，这个实在是。
等一下哦，它可以转吗？哦，我看一下它怎么转。我学会烫起来呢，要怎么烫？回すはどこ？啊，どうしよう、回すわからない。あった。あれ？它不见了。等一下哦。あれ？它不见了。あれ？咱搁一摆好啊。好，你们等我一下哦。对，它这个其实是它是遥控汽车。然后我原本想要录说我很疯狂的在上面这边咖喱，而且你们仔细听哦，你们先仔细听哦，我还不小心把我后面的那个杯撞下去，我还不小心把我的杯撞下去了，超蠢的，对，往下就对，尘归尘，土归土了。对，这个是遥控汽车，因为我一手要遥控它，一手要录，实在是太困难了。我原本想给它转弯，但是没有办法转弯。它可以转弯，可是转弯需要另外一只手，我就觉得我好困难，我就让它前进后退，前进后退。它真的很混沌哎，超级混沌的。对，谢谢思琪，抱歉，他其实都在挂台打游戏，没注意到赞助什么东西吗？啊，谢谢，感谢你也留下了龙柱，谢谢思琪，我们的赞助人数来到了131人啊，谢谢957682，谢谢你们，感谢你们不生气，在我们这次专案的倒数留下你们的名字，你们的大名，感谢你们的心意，谢谢。嘿，五杯，我不小心把我的那个杯撞下去了。对不起，申し訳ないです。それが申し訳ないですね。好，对，就是它会反复，对，实在是这画面实在太混沌了。我觉得我放在这边好了。反正都已经这么混沌了，我们今天就把画面就是混沌到底。对，然后我今天好饿，我今天决定要吃馄饨面。对。晚餐去吃馄饨面，对，这个画面太混沌了，没有错，我们和谐且混沌，对，然后满满的台湾价值，就是要这样，好不好？12月2日拉赛，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我们的专案，快要破100万了，谢谢你们，大额小额都是好额，最低金额250块就可以赞助，我们今天已经是最后一波了，我们现在在倒数最后8小时，我们的专案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天哪！谢谢11月2也参加了我们的活动，谢谢你们。掏给你，要不要装个那个倒车雷达？对不起，就是那个给那里掏几排塞这下面发财车啦。好啊，我的那个就是那个位置的那个体感还不是那么的熟悉啦。啊，不小心得黑了杯，安尼弄，就撞了一下，对。啊，馄饨没有错，原先吃味大赛。馄饨好吃啊！对，馄饨好吃之外呢，我们的赞助已经要破100万了。我们今天是最后一里路喽，到今天的晚上11点59分，希望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冲到100万，好不好？今天中午才弄好馄饨面，好羡慕。好啦，这么混沌的这个状况下，我们依旧持续着进行了我们的这个很混沌的歌会哦，好吃，肚子好饿，龙溜嘞。是安怎熊要弄榴莲呢？是安怎 Q 到咱阿兵黄奇兵的弄榴莲呢？弄榴莲好听，来，那这首歌的这首歌好啊。哦，肚子好饿哦。我们丢完 PODO 有3升，好想吃哦。我们丢完 PODO 传贺嘞，3生4果，我们在今天的第一首歌已经帮他炙烧完毕了。炙烧完毕的状况下，会传出什么样的香味呀？一定的是就胖的胖一点。画面满满的台湾美学，话说这么多图层，是不是这么多图层电脑没爆掉？来自于本频道优质熟男们，好。我们专业的熟男们，他们为我精心挑选，偷偷集资的海景第一排，
我现在在给这个电脑压力测试，它怎么测试都不会宕机。对不起，吸个口水，因为我现在肚子真的很饿。好，我们这个海景第一排这个电脑来自于本频道面线的爱，全部都是他们的爱。既然如此，都已经来了这么棒的一个海景第一排，又有这么下趴的这个 RGV， 我怎么可以不在中原普渡歌会炫耀一下他们对我的爱？他们真的很爱我，真的真的。龙榴莲中文应该怎么解释啊？龙榴莲就是，对，怎么解释？就是很像不务正业啦，对，规刚我们在那冲沙会这样子。阿航伊拉萨，既然来到了本频道，欢迎赞助本频道专案，谢谢。还是说你已经被我拉来赞助过了，只是我又脑弱忘记。我们今天本频道专案只剩最后8小时，而且已经快要破100万了，欢迎大家赞助起来，希望有机会破100万，好不好？啊，那来就胖起来，我们来桑起来，来桑起来，来。不行，牛妈，你必须继续爱，必须继续爱，就像你爱春丽姐姐那么样的爱，知道没有？必须爱。那你掉新的光，就胖哟啊！云南里面就像古往有些地方。往昔着爱心来牵旁，用叫甲酸啊，我情千团，开拄啊到团，有盐有糖有米酒头啊，我的团是上赞的团，小哥好看，紧来入家，就胖，就要饱，就胖。组团的蜜蜂袂当对你讲，对不起忘记先暂停了。我青青团开拄啊甲团，当蛤蟆吐沙无心路底卡。我的团是上赞的团，小哥好看，会小样嘛，就胖，就要饱，就胖，组团的蜜蜂袂当对你讲。搁彼一个，搁啥一个？烧酒的无有个，唔通偷你偷摕也搁小看这，可等一个就好势，就胖。就要饱，就胖上个胖。若是你用心就将全世界的。我越讲越好，我麻油鸡跟烧酒诶，咱中原普渡食遐尔好，我都没人食呢。但是中原普渡好兄弟可以吃这么好，然后我到现在肚子好饿都没得吃。嘿，电子花车真正就胖诶，一直听到同心掉去，对不起，我电子花车撞到的那个杯，然后那个杯就掉下去，超准的。
在法国感受到了这个台湾价值，是不是？我们去年2024年巴黎奥运也把我们这个满满的台湾价值搬过去，我们巴黎奥运台湾馆做展演，超屌的，有电子花车，有嘎吉迪亚珍珠奶茶，我看到这个马上落泪，你们知道吗？真的是满满的台湾价值，嘎吉迪亚放在那边，我超想要的，好羡慕拿到的人。对，满满的台湾价值，我们这次搬去法国巴黎，马油给小酒黑来拜拜咯。当初弄歌单好像有那种食物的跟怀念的，然后缅怀的，没错。开场就混沌，没有关系，我们1年1度伤眼睛中原普渡歌会，我们期待下次可以更伤大家的眼睛。你觉得今天伤眼睛吗？我们下次明年会更伤哦，吉米吉米阿斯阿斯，记得多吃叶黄素哦，免得到时候真的眼瞎咯。好了，快点唱歌。来，我们下一首，这首歌是啥回的？来，我啉一下水咯。喝个水，我准备一下。好棒的一天呐！满满的馄饨，满满的中原普渡，满满的食物，肚子好饿。来，生丫丫姨拉下来，来，生丫丫要不要赞助我们的方案？250块就可以哦。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了，直到晚上11点59分哦。来都来了，赞助一下吧，谢谢大家。我看这个倒数的秒数一直在跑，好紧张哦，妈呀！哒哒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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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哇！好紧张诶！哒啦哒啦哒啦，好啊！谢谢，我们是不是有一位观众？杨先生，谢谢您的赞助，感谢！哇，我们现在的赞助来到了957682，我快点把这个数字改过去哦！哇，天哪，好紧张！希望真的有机会破100万啊！就打个嗝。682，好，682。谢谢你们，小额赞助也是很感谢的，大额、小额都是好额，谢谢你们愿意赞助啾啾的频道，来了都来了，不晓得在赞助什么，有250块就可以赞助最后的8小时，谢谢你们，相逢自是有缘，一起来中原普渡，一起来赞助，谢谢你们，谢谢，一起来中原普渡，一起来赞助，有押韵呢。等一下，谢谢你们，好感动哦！听到刺激一点的那种脸部功吗？好，可以啊。我们现在我大家试看看，因为其实我那首歌还没练。刚没跟到台，看今天早上有一波吗？没有啦，那是被盗账号啦，没有这种东西啦。什么东西？对，看回放也没有啦，没有这种东西啦。朱迪卡精明干练呢，是不是？本频道的那个宗旨，精明干练的，是不是？还童叟无欺呢，谢谢。我们现在募资来到了那这把收礼来到的957682，82块，我们快要破100万了，希望真的有机会。虽然说感觉不容易，对，但是我不会放弃最后一个希望。真的希望有机会看到那个一点点那个开头好，谢谢你们，来，我们下一首。练武功怎么唱啊？谢金燕的歌，哇，超屌！姐姐，谢金燕姐姐，可爱气看蛮呀！请再来点布攻击的精明概念，童叟无欺。薄荷，把你的草枝头给我剪掉。来，精明干练，金价童叟无欺哦。对，精明干练。你说的是赞助？什么？早上对，我没有疯。你们一直看到我都是精明干练，童叟无欺，就如同吉米讲的宣传图一样，童叟无欺，没有这种东西。有早上有一波，现在我们冲到了95万了，谢谢你们，
希望在今天晚上的赞助结束前后，我们真的可以有机会破100万，希望啦，希望。后来，无唱过这首歌，唱看卖样的。哇！别乱唱！天哪！哇！超嗨！对我来练武功，我来起舞演奏。对我来练武功，我就是这阵风。哇，好嗨哦！天哪！呢，就是安尼，想破死过这么简单的问题。呢，就是安尼，像放风吹，亲像鸟仔自由飞。哦，青春短短，人人歹势，脚步有影有体啊。哦，灯光短短，莫想遐多，随着音乐听拢西。Everybody go go 看妹妹 ，Everybody 阿桑看阿伯 ，Everybody 练到100岁 ，Everybody 心情好甲唱煞花。对我来练武功，我来起舞演奏。对我来练武功，我不是女性龙。啊，我居然唱得起来，救命啊！好酷哦！呢，就是安尼哦，想破死过这么简单的问题。呢，就是安尼，像放风吹，亲像鸟仔自由飞。哦，青春短短，不过歹势，脚步有够。哦，短裙短短，莫想遐多，随着音乐你拢西。Everybody go go 看妹妹 ，Everybody 阿桑看阿伯 ，Everybody 练到100岁 ，Everybody 心情好甲想煞花。对我来练武功，我来起舞演奏。对我来练武功，我就是这阵风。对我来练武功，我来起舞演奏。对我来练武功，我不是女性龙。超嗨的！Everybody go go 看妹妹 ，Everybody 阿桑看阿伯 ，Everybody 练到100岁 ，Everybody 心情好甲唱煞花。对我又个看妹妹 ，Everybody 阿桑看阿伯 ，Everybody 练到100岁 ，Everybody 心情好甲唱煞花。对我来练武功，我来起舞演奏。对我来练武功，我就是这阵风。对我来练武功，我来起舞演奏。对我来练武功，我不是女性龙哦。好天哪！噔噔对，实验的是官方演 MV 片段。好好玩哦！原来这首歌我唱得起来耶！天哪，早该唱了，对不对？感谢中原普渡歌回，对大家提醒的这首可以一起玩。我的小奶茶呀，以来下安安，小奶茶要不要赞助我们专案？只要250块哦。我像老鼠会哦，逢人就问，你要不要那个赞助250块？还是说你想不想被揍？想被揍的话要加购7500块哦，谢谢。我真的会揍你们，我真的揍你们，我童叟无欺！快点，我们最后的8小时了，留下你们的姓名在我们这次的专案龙珠上面。感谢我们现在的数字来到了957932，957932，块咯！精明干练同，等一下，大人说神教你给我好好打字，什么东西？这是什么东西啦？谢谢肥肥哈密瓜，谢谢来宾，请掌声鼓励，谢谢你们。现在的专案就是跑到哪里我就帮大家更改到哪里，957932，快点哦！来，最后8小时哦，背啦，记的啦。美术系学生手里，我不是美术系的，我是日文的呢。
957932，957932，好，等我一下啊，9527，不是9527932932，这样。好啊，同音字可以，给过哦，同音字给过。谢谢你们，谢谢今天的中原普渡歌会，真的是太特别了万万没想到，妹部上真的是我们的隐性大佬，真的是熟男的经济能力不容小觑，真的是这样子。好，957932，我们来到了这个数字了，欢迎大家赞助起来，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如果你觉得这个视觉受不了，你想错过，那也请先不要错过我们的 QR code， 或者你们的万元礼金抽奖就在晚上。我们9点的开台，就会在我们这次的配信抽出幸运的得奖者，还有其他的一些奖品。如果您对于养生宝的万元购物礼金有兴趣的话，请务必置顶连结点下去。我们 Double 老师加码的这个活动，直到晚上8点半，直到晚上8点半，且参加且珍惜啊！谢谢大家。好，买了吗？谢谢来色丫丫，感谢买了，感谢70级以上获得奏迪克服务。这个奏迪克的服务我是没有办法那个挖心脏，然后不流一滴血啦，对，没有这么厉害啦，对，但是我尽可能，对，尽可能，对，就我2527比较顺，对，只有，对，看起来比较好吃，因为我要肚子好了。迪卡自己抽还是？没有，我会自己抽。对，晚上我就是会配合歌会。晚上因为我很少会在晚上开歌会，所以我觉得难得跟大家一起冲刺，所以就是晚上我会以歌会的形式，然后在歌会的中间穿插抽奖的一些部分，这样子。对，好紧张哦！最后8小时，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留下我们的专案的龙柱吧！96万了！96万了！天哪！我们96万了！妈呀！天哪！谢谢黑夜！不对啊，黑夜，你是想被揍吗？黑夜，等下你给我出来！你买的是75 Z 呢？我告你大门，黑夜，你跟我买黑咱10位黑 B Stage 的 VIP 的门票，你买啊吗？你若是 VIP， 若是已经买啊，你真正爱互我补一棍呢？你要确定呢，黑夜，谢谢。我们来到了96万了，天哪！你要确定呢，黑夜，你真的要被我揍了？你有没有购买那个 B Stage 演唱会的门票？你给我出来！96万9562块啊！黑夜，你这个抖你这个隐性抖我的天哪！你居然也是这个抖的人吗？那个想要揍的话要去抢，结果黑夜买了，我的天哪！黑夜，你已经买了门票，你已经准备被揍哦！天哪，在这里排队吗？不是，你们冷静！我的天哪！等一下，黑夜，我怎么揍得下去？我的天哪！看似乖巧的他，我真是很难想象黑夜对我要怎么揍得下去。我先躲起来想一下，你们等我一下，这实在是太震惊了。黑夜不对，黑夜你应该是被哪一个大佬盗账号，对不对？你被谁盗账号？你告诉我。不对，黑夜是个乖孩子，他不会想被揍的，不会的。我好难想象要揍黑夜，好可怕哦！你们，我居然要揍黑夜了吗？应该是说是这样子。肥肥哈密瓜，你如果对于我们这个可以被揍的方案有兴趣的话呢，首先我们 V Stage 的 VIP 资格3200块，以及普通票800块，必须先买起来呢。买起来的状况下，我们这边有第2 B 专案的加购专案，也就是赞助75C 套组以上，也就是7500块以上专案就可以获得被揍资格，也就是说立马加购到一拳特点的这个资格。然后这个黑夜居然也想被揍，
第一次被揍，很期待。来，过来，很期待，是不是？来，多期待！我最近，我跟你讲，教练真的很疼你们，你知道吗？教练真的知道我要揍你们，所以教练真的疯狂在练我的拳呢。像每次去重训的话，来猪猪来练拳，又要练拳。教练真的超专业的，专业第一台潜水，还帮你们谋福利哎，居然知道说你们要被揍。来，想被揍的是不是？那给那里最后几缸啊，最后一天呐、啊，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啦。那是真正想要和我争一棍，摸一棍。那75C 赞助方案一定要赞助落去，今仔日是最后一天，最后8小时，若是错过，真正就无啊，别人和我争的时阵，你伫咧隔壁流嘴暖，就是有流口水的份。期待教练友军，真的，这个也是教练帮我记录下来的。我练到整个就是全身肌肉都在紧绷，然后练拳很难呢。我只能说教练真的是 GJ 啊，你们的好友军，对，搞不好现在也在第一台。谢谢黑夜，感谢黑夜支持本频道专案。没想到这个一拳特点真的是我始料未及的引起了你们的性癖，我真的觉得你们真的好奇怪，好奇怪哦，好奇怪。有没有可能教练已经偷偷买门票了吗？我跟你讲，教练他没有买门票，但是他是用那个普通赞助方案，还赞助的额度不小，还赞助了3000多块，我真的超感谢他的，羡慕吗？那个薄荷，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偷偷加购了，我真的觉得你们好可疑哦。然后总之，我们现在的专案来到了96万，96万5562块。我们现在老师，我们可能要破100万了。武清老师这边很奇怪，对他们很奇怪，但是他们在帮我们抽，会不会有机会100万啊？天哪！96万5562块，我们只剩下3万5千块，是不是就可以破100万了？3万5千块就可以破100万，天哪！你们好棒！965562，好，965562，等我一下，帮大家更改一下。天哪，好紧张哦！我真的好想看到破100万那一刻哦。96596万5562块，是安内吗？96556，天哪，好紧张哦！我好希望真的可以看到100万哦，真的是会是很厉害的一个里程碑哎！就对于推广台语文化的这一块，很难想象哎！我天哪！怎么不见了？好，收到偷偷赞助局的教练出现在现场，猪猪你那个手怎么够只在用力？我叫教练指导我，是不是？聘请教练就是一拳特点的时候指导，好像也不是不行是可以玩的哦。聘请教练指导，那么戏剧的吗？最后一天，超级戏剧的武谦老师，我们真的有，是不是有机会破100万？好希望有机会哦！期待教练在现场调整出姿势。那这样子的话，教练会全部都是上拳击手套呢？这样的话是拳击手套哦。这样子的话，你们如果有那个什么奇怪的藤鞭啊什么之类的，那可以就是旁边可以问一下教练，那个教练这个藤鞭要怎么甩比较痛？这到底是什么画面啊？做人一定要去现场超度吗？武谦老师很欢迎，可是在高雄这样子我想说你们舟车劳顿的在高雄呢，这样会不会太累？现场超度，我们这个丢鼻抓还附上现场超度服务，我们武谦老师现场帮你超度，还帮你是那个什么念木鱼，是不是？还帮你敲木鱼在那边现场超度你们这样。天哪，你们真的好疯哦！一群疯子。不是，他们不是变态，他们是我最骄傲的面线。要讲他们变态，也只有我可以讲。对，就是这么霸总。上尾宜兰赛有机会看到教练出道，教练其实也没有出道啊。你看到他本人也可以啊，因为教练本身他
就是他是一个很专注、致力于就是推广健身文化的人，所以你们想要去跟他报课也是 OK 的哦。对对对，欢迎跟我们教练报课哈，一条龙的服务，然后去交给吴坚老师。你是道士不是和尚？板板表示怎么样约会？我觉得我们那一排可能要中间可能要搬那个什么三角锥什么之类的，这样子才不会打扰到其他那4排，就是稳扎稳打在握手，然后就是看到你很开心，谢谢你的礼物，对，然后我们这里今仔顶胜看到你了啦，来啦，小度也对啦，嘿，就是完完全全的气氛是完全不一样，画风突变。大波老师，我们有机会是不是可以破100万啊？大波老师，我们来到了96万了，好可怕哦！我好紧张哦，天哪！可能是拿那个铃铛跟桃木剑在那边摇可以，我想老师可以。对，我们形成了一个那个画面好奇怪。对，但是我们以台湾文化传承好的这个角度切入，这个是非常非常珍贵的。武贤老师，你真的要去玩的话，没有问题啦，好不好？打完要超度这，是不是一条龙服务还不加购起来7500块是非常划算的，好不好？对不对？来，心友谢谢，对，提醒我要喝水。哇，我今天这个中原普渡歌会，我到底在干嘛？我明明在唱歌的，怎么在跟你们讨论什么超度？我天哪！教练会适时调整那个武器输出角度，让猪猪能发挥武器最大价值。是，我也这么觉得。谢谢恰恰，谢谢。不是，你们在想什么馊主意？你们真的好奇怪。一边那个握手交换礼物，对，另外一边在大叫，另外一边那个画风超突变。我佛慈悲，阿弥陀佛。猪猪这边噼里啪啦碰，对，我们家面线真对我们家面线真太奇怪了。好啦，哎呦，时间来到4点06分了，我歌唱不完了，完蛋了。春妮姐姐也来了，妈妈，春妮姐姐谢谢，哇，我们春妮姐姐也来赞助了呢。春妮姐姐谢谢你，感谢春妮姐姐，她跟我讲说，迪卡宝贝加油，祝你募资达成100万好希望可以达成100万，谢谢姐姐，谢谢，好开心，我会帮姐姐把那个数字改过去，谢谢姐姐，谢谢，我好开心哦，石印菩萨印，巴布隆神王是什么东西？蓝胡加特林菩萨是没有错，你做完壮汉拖到旁边超度贴符，哇靠！武谦老师，你是真的认真的要玩这个一条龙服务吗？哇靠！你们这次的一拳特点真的很划算哎！武谦老师如果真的想这样子玩，真的超划算，因为武谦老师其实他的任何的服务是很有料的哦，而且武谦老师他是很值得收费的哦，你知道吗？他跟神佛真的是超级有缘，然后又超级有料的那种。我们收费是1万起跳，你知道吗？开始在造谣武谦老师，你们真的赚到！可是我觉得还是要看武谦老师想不想这样玩。如果真的要这样玩的话，很好玩，我只能说超好玩，好不好？谢谢大家，我们推广台湾文化不遗余力。我们就得命理老师对也加入一起疯了。我觉得我们命理老师基本上很像比我还期待。好了，965812，我快点帮大家把数字再替换过去。965812，一点一滴的往100万前进了。965812，可以的话也请大家帮猪猪把这次的活动最后7小时推广出去啊！对了，我们的祝生这首歌也很谢谢大家喜欢，然后现在有 APP 热推的功能，可以的话，好像这只有1个礼拜可以热推。这个其实猪猪不太了解，因为我其实很少有时间去研究这些东西。但是如果你们愿意在这个礼拜替我热推出去，我会很感谢，让更多人知道有比团队的专辑里面的任何一首歌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这只是其中一首，我们后面还有更多更优秀的歌曲等着让大家好好的赏析
就不管是从我们的台湾教正老师开始，还是猪猪这边可能唱不好，但是努力把它唱的精致化，还有 Double 老师各式各样的混音制作，毛毛老师，然后娘娘，然后巧巧的协助，然后5000老师的爆肝，还有超度，不是，没有超度，不是，帮我们推广出去。我们这次的专案，还有我们的助生技术瓜拉西地金家就尬意了，用 APP 帮我们热推起来，1个礼拜的时间，麻烦大家了。我家公家金家是去个转播，哇，讲得好喘哦。就5000老师那时候现场会像9日一样，会哦，绝对会。那个确实本来就不便宜啊。命理老师很辛苦的，巴蕊对，当天可能因为特别见面会的服务而上新闻吗？我觉得如果是以台湾传承或者是 VTube 的文化来讲的话，如果有记者愿意来采访的话，我问一下板板，然后那个5000老师就红了，然后我的健身教练也红了，然后形成一个3赢的局面，还不错。然后就是订单接不完这样子。你今天贴了你才知道怎么热推吗？哦，谢谢，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没有去热推过，我不晓得这个东西怎么用。25000，嘿，2万5唔免，2500唔免，只要250块，只要250块，你就会得赞助咱的专案。我们倒数7小时，但最后的7小时，真正爱把起来，好不？刚温刚下罗达，看起来就好像也可以推自己的样子吗？要怎么推自己？哦，好像没有办法呢，因为我有想说热推功能按下去，结果他说我不能推我自己，拜拜。你的热推积分一次只有250，什么？想要热情的爱之前，对，总 total 只要11500块，没有错。也让记者变记者。尚伟很会玩梗哦。乐推的积分是固定的哦，原来如此啊！谢谢大家，谢谢一直在帮猪猪把我们的募资的这个数字往前965812。我刚刚有没有改过去啊？96581啊？我是还没改吗？好像他没有跳，对不对？来，我为春丽姐姐跳过去哦，等我一下。春丽姐姐，谢谢你。为什么？我不是已经有那个了吗？再一次。希望真的有机会可以破100万，谢谢你们。965812，嘿，咱今晚手里来搞到96万5812块，谢谢。通常乐推的分数是以该频道订阅主的订阅数用比例去算啊，原来是这样。丢逼的出生伴随着一些人的牺牲，这是一个生命的循环，符合专辑的意义吗？好地狱梗哦！妈呀，真的是没有错，对，这样也合理是。然后最后就是你们把握最后，只剩3-4个小时的时间是什么？就是我们 Double 老师加码的万元购物金，养生宝的万元购物金的抽奖活动即将在今天晚上的8点半结束。今天晚上8点半我们就会统整一下这一次有参加的大家的姓名，我会在轮盘上面做记录，然后晚上我9点开始很难得很稀有的稀有猪出没的冲刺配信的时候会在里面抽奖，所以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我们真的很多的活动同时在进行。妈呀，4点12分，时间来不及了，好，真的该唱歌了。然后最后真的好希望可以有机会破100万，请把我们的这个专案最后再努力的宣传出去，我们快要100万了，让更多的人知道来支持我们的专案哦，谢谢你们，谢谢啊！想到喉咙都快沙哑了，天哪！好，谢谢。来一点刺激的吧，等我一下哦。
同时把我们后方的全部都烫起来。谢谢我爱 F 先生在安排10月的高雄之旅吗？谢谢，感谢这次有加入我们的赞助计划的大家，我们已经快要破100万了，希望在今天晚上我们真的有机会跟大家一起迎来100万的这个数字，一起冲起来啊！好，来，等我一下哦。好，然后接下来，你们等我一下，我要做个准备。我们家楼下是不是又有什么庙会啊？感觉，对，烫起来，大家一起烫。好，我做个准备工作，等一下会很嗨哦。等我一下哦。好，目前到了这个数字，是咱的卡价，我们南道顶的卡价，谢谢你们到达的这个数字，但是我们还没有停，我们还要继续烫下去。一起冲到最后1秒钟，大家！台摇版卡着，いきましょう。抬頭看天，這世間的滄桑，個真心的是世界已經變化，原來情感不相只在迷茫時。不管未來都會改變什麼，只要還在我的起你原在，這就是我所期望的目標。千年的古井，啥来予梦拍醒？一丝的泡面，不是甲我来提醒。为了一个气味，决定了我出发的初心。我是假如行，一直甲我拄着伊，带着来底，泥沙放开，缠着缘线，吸引着我的心，紧注意。行啊来这，只有一片土地旁边，情感事，讲需要搁提起。哦呀，超快去这世间的匆匆，个真心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情感不相只在迷茫时。不管未来都会改变什么，只要还这我的起你原在，这就是我所期望的目标。哦，对，劲歌失败才让你们知道不是预录，谢谢大家。哦，千年的古井，啥来予梦拍醒？一丝的香味，不是甲我来提醒。为着一个气味，决定了我出发的初心。我是假如行，一直甲我拄着伊，带着来底，泥沙放开。
着我的心肝紧注意。行哪来这只有一片土地香味，真甘肃敢有需要搁再提起？我预录这一版本也被你们抓到是不是？难道我预录这一版本你们也知道吗？大宝老师不可以破梗，对，这只有我跟大宝老师知道而已。我们预录的怎样？预录失败版本，谢谢大家，谢谢。然后我刚好像看到，刚有有168伊拉塞。这时候到底要承认自己精明干练呢？这个不管是不是预录，绝对就是精明干练，童叟无欺。然后我们的募资专案赞助起来，让我们破100万，谢谢大家，耶！喝口水。我今天真的是比卖药台还要再卖药台，超级卖药台。预录好喝，超好喝的，超好喝。小妮妮，你来了，小妮妮，你要看我们的募资条已经要破100万了，谢谢你们，谢谢！我期望今天晚上真的有机会破100万，这连 AI 都做不到。迪卡，我真正会向紧偷刀，会向紧偷刀。那是这个紧偷刀的这个梗，好，你要是知道，代表你也不年轻了，谢谢大家。这个膨胀越严重。不会的，卡角的原唱太难超越了，我绝对只有精明干练而已，对不对？蛋糕在旋转吗？是的，小妮妮，蛋糕在旋转。这个是我们的高阶会员满1个月的福利，但是这个蛋糕比较特别一点，一卡特别，一卡特殊，是安怎讲呢？因为咱这个迫害卖场，没想到某一只彩彩，某一只团宠，居然有机会被我们大佬丢12个月的迫害卖场，然后居然在他的生日的这个月获得了中原普渡祝寿蛋糕，我真的想都没想到我们家大佬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有很多玩法我真的参不透他们，我参不透，一定是因为我没有吃过海底捞，一定是因为我没有吃过岛屿啊！但是我觉得即使吃了，我一定也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但是泡茶版本不是预录吗？预录好喝，对，是泡茶，对，泡得喝啉。这预录连失败都做到了，对，太强的画面又强，连 AI 都不敢这么算，是不是？没有错，我是绝对不会被 AI 取代的，因为 AI 没有办法取代我的不是。水灵宝贝帮我剪掉AI 没有办法取代我的精明干练，水灵宝贝刚刚那一段剪掉，谢谢。对，要100了，谢谢大家。我们今天晚上会为各位开启最后的冲刺配信，希望我们在最后的冲刺配信，我们真的有机会把这个数字冲到100，好不好？第一次听到这个梗，这是在那个麻辣鲜师里面吗？你说哪一个梗呢？你说跟头刀是不是？好，好了，谢谢你们，快点，我们要唱歌。我们像时间来到了倒数7小时36分，然后我们的数字来到96万5812，
太好了，走过路过不要错过，250块就可以加入我们的龙柱行列。什么？你不晓得我们在干嘛啊？没关系啦，反正点下去赞助下去就知道了，就这样。然后老鼠会，抽上老鼠会，谢谢你们，谢谢。好，我要继续唱歌了。然后今天晚上啊，我很难得可以在晚上看到大家，所以我决定用歌回的形式跟大家见面，一起冲刺。然后也请大家可以稍微帮我们宣传一下难得猪猪会出现的这个配信，希望可以迎来很多新观众，然后来听猪猪唱歌。因为我真的太难得可以在晚上配信了，也希望可以让更多的人听到猪猪这么老派的唱腔，听到猪猪唱这么多台语歌，听到猪猪的众生，也是不是丢逼拍谁还没做出来，也是卡架哦，肯定要播3遍了，1遍5倍慢速播放，不是他把你先下去300，你知道的太多了。好啦，谢谢大家，谢谢。好，我快点，我今天可能最晚陪伴大家到5点。可能大概5点15分，顶多5点20分，我可能就要先撤。对，因为要快点吃饭、洗澡，还要准备晚上的一些 bra。来，咱继续吹落去，后一首歌是啥回的？愿相信我接到你这张批。当作山盟，当作海誓，对你的爱一天比一天多。想在阮归心的等待，也搁在风中迷飞。愿相信，不相信接到你这张批。一日一句，惊天动地，伤人的话写甲遐尼干脆。在这的人生好亲像晴天倒云变乌白。哦，一切是爱你爱甲超过，失去控制，爱到最后阮已经无路好退。原来爱情是情体无底，一时的快乐价值偌多，是爱你爱甲超过，失去控制，听伴唱来抓真杯，失落的花予风经过，花蕊定开更加美丽。相信，不相信接到你这张批，一日一句惊天动地，伤人的话写甲遐尼干脆，在这的人生好亲像晴天倒云变乌白。哦，一切是爱你爱甲超过，失去控制。跳过子无路好退。原来爱情是情价无底，一时的快乐价值偌多，是爱你爱甲超过，失去控制，听伴唱来抓真杯，失落的花予风经过，花蕊定开更加美丽。My God,
有赞助过了哎！我怎么记得木恩之前已经有赞助过了？天哪，谢谢！喂，我们的制作人爸爸也加入了龙柱的行列，我天哪，谢谢你们！我休息一下，天哪，我现在心情好激动哦！啊，好，没关系，我们就让台油版卡拉 OK 陪我激动一下。天啊，这个卡拉 OK 超好听的！哎，来到点97万啦！天哪，谢谢你们啊！不入后腿，谢谢！天哪，我们丢逼爸爸也加入了，然后我们的木恩果然，我们的木恩吹第礼拜喽！谢谢木恩偷偷赞助，而且不是密恩，对不起，木恩，对我记得他真的有赞助过，没有错。谢谢你们啊！天哪，好振奋人心哦！哦天哪，97哦，我们天哪，最后3万啦！我们是最后3万就要破100万了啊！可是还没破啦！我现在喊破喉咙，等一下如果真的破100万，晚上如果真的有机会破100万，可能就对，真的对，没有声音喊了。薄荷，你给我出来，薄荷！啊，天哪！ Oh my god！ 谢谢，我冷静一下。谢谢你们，薄荷，你给我偷第2次啊，才不是想被打哈！谢谢你们啦！哎，你们就是如果有偷赞助75C 的专案都要被打的。 我之后会再整理一下名单，对，不要到时候我不晓得你们有偷加购，然后没有被打到，这个是你们的权益，知道吗？哦，谢谢你们，天哪，你才不是想被打，你就是想被打，薄荷，你完蛋了，你薄荷，谢谢你们啦，97万，我天哪，我们真的在3万块，哇！ 再3万块，就有机会，我们的丢逼专案破100万。哇！谢谢你们，97万9942块，你们真的好棒！我们丢逼爸爸，丢逼啦！谢谢！就是好多人想花钱被揍，真是幸福的太。我陈老师，我也真没想到这3个月真的是。 心情散温暖，其实我拢知普渡宴会是不是？子奈，谢谢你的加入，我也忘记你有没有加入了，但是我们只差3万就要破100万了，好激励哦！97万1142，来，我帮大家把进度条更改过去，97万1000多少？等一下，我马上忘记。 97万1142，97万1142，97万1142，来，好，再3万，即将步入100万。我们还有最后7小时27分的时间，走过路过的，请加入我们最后的龙柱时间，不要错过了我们的丢逼专案，谢谢你们。 最后，你们一定要把我们丢逼爸爸，我们伟伟老师加码的万元抽奖金的这个活动也参加起来，来都来了，分享起来，留言起来，在我们置顶连结点下去，我们万元奖金留言活动转贴活动到晚上8点半，我们同期到晚上8点半，好，晚上9点的冲刺歌回，我们会陪着大家在歌回的中间插入一些我们抽奖。 的几趴这样子，对，谢谢你们，谢谢。然后，我那个替换过去了没有？我看一下。好，我把我们下面募资条替换成97万哈。现在天哪，心情好激愤哦！天哪，哦，这是你最后的领药吗？谢谢薄荷啦，谢谢啦。被揍是值得的。 如果我们5000老师真的莅临现场帮你们超度还添福，超
级值得，你们真的是赚烂欸，妈呀！啊，一条龙服务欸，我们真的是台湾文化传承当仁不让欸。天哪，走得这么前面，怎么回事？就连超度的这个服务都有一条龙欸。啊！可是我相信我们妮妮总裁应该是对于背咒没有兴趣啦，对不对？我们小妮妮，是吧？是吧？好，咱手里来到着97万1142块啊！咱今日赞助的这个专案真正是有够刺激，有够刺激！来，好几首歌送给大家，这首歌。在我们中原普渡的电子花车的这个祭典上面，也是常常会听到的。来，啊，对不起。OK， 来，我们台摇版的卡甲先休息一下。这首歌，我们这次的专案。阮真正是心情三温暖呐，知无？恁敢知？来哦，三温暖一个。哦，有够刺激刺激，心情真正是三温暖吼。点调皮爸爸，点5000老师，52圈，你是在讲啥？拢是你啦，拢是你啦，拢是你害我的面来红红。你的心，我的心，加加做一伙，是要打算安怎？拢是你啦，拢是你啦，拢是你害我规工在帮忙。你的心，我的心，今嘛莫搁假。要讨我的爱，好大你就来，莫藏在心内，怨叹无人知，思念做风台，心情送温暖，其实我拢知，好大你就来哦。小妮妮52拳送给彩彩，哇靠！那我真的要委托5000老师来超度他了，天哪，5000超度服务。拢是你啦，拢是你啦，拢是你害我来起心落命。你的心，我的心，加加做一伙，是要打算安怎？拢是你啦，拢是你啦，拢是你害我规工在火大。你的心，我的心，即嘛莫搁假。要讨我的爱，好大你就来，莫藏在心内，怨叹无人知，思念做风台，心情送温暖，其实我拢知，好大你就来哦。我们怀念他。佛跳墙是吗？好，可以，我们就要真的花好月圆，花好月圆，先吃，请用哈。要讨我的爱，好大你就来，莫藏在心内，怨叹无人知，思念做风台，心情送温暖，其实我拢知，要讨我的爱，好大你就来，莫藏在心内，怨叹无人知。思念做风台，心情送温暖，其实我拢知，好大你就来。彩彩不晓得他为什么愿望，不知道呢。52拳的应该是那个轮摆式拳击，是，绝对是。心情好激动哦。财鼠，谢谢财鼠也留下了龙柱了，财鼠每次都会感觉到迪卡对台湾文化的热情与付出让人敬佩吗？我
我不知道，我只是用这个方式在回忆我的儿时，在珍惜我的家乡。对，这次的原唱曲就声超会让人感动的，聆听时都可以感受到一股暖流，对不起，暖流，牛妈你不要来软牛妈，一股暖流，一股暖流从心中流过。好，对，谢谢你的暖流，谢谢财鼠留下龙柱的印记，谢谢。本来要艳遇，艳遇不艳遇？彩哦，他这一辈子只能艳遇了，芋头的芋，好吗？感觉那个小喵喵就一生只督采一人这样子，一生就是3餐，那个什么芋头伺候这样子，一生只督采一人，哇，感情真好。哎，对，一股暖牛，对。反正牛妈你扛起来就对了，群里姐姐对不对？群里姐姐，我们身为绅士要帮忙扛一下，对不对？群里姐姐一定说可以的，谢谢大家，谢谢你们。我们现在专案来到了97万，最后3万，我们就真的要迎向100万的赞助，100万的募资金额。我们期许真的有机会在今天11点59分以前看到我们这个100万的这个数字，好不好？谢谢你们，来。彩是不是真的有机会在10月17号啊？对不起，不是10月17号，10月18号被超度？这个基本上我们不好说，搞不好他的身体比铁还硬，反而是我的手必须被超度。我在想，总之呢，讲到超度，我们刚刚这么嗨，我觉得我应该稍微缓和一下我的情绪，来。超度，还有什么愿望？这个可能我们可以在 DC 稍微做个询问。我们可以狠一点，就连愿望什么的都不留给他，直接现场超度。离别总是来得这么突然，没错，就是这么突然，就跟超度一样。连遗言都来不及讲，就突然被超度。今天募资最后天刚好是你生日吗？我的天哪，好哦，财鼠 ，OK， 来得好。如果你有机会听到后面的话，有机会听到生日祝福歌哦，好不好？对，彩真，彩字辈的今天都很幸运，不晓得最后能不能嘟丢彩，不晓得能不能嘟丢阿崔。对，总之8月生日的大家，我誕生日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好，那我准备一下。好，等我一下哦，帮大家准备好。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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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好，我先来喘息一下，我们先来尘归尘，土归土一下。离别总是那么突然，我在你留给我的人间呼吸着你的离开，我梦见自己的余生似场曾破了生死相依，原来轮回只是一种思念，生死流转，从未迷途，因为思念你是我唯一的归宿。
看见，速度是一种抗辩，爱你却无可赦免。这余生无人可见，想你有生之年，我自己祭奠。我梦见自己的余生，死缠曾破了生死相依，原来轮回只是一种思念，生死流转从未迷途，因为思念你是我唯一的归宿。我梦见自己的余生，死缠曾破了生死相依，原来轮回只是一种思念，生死流转从未迷途，因为思念你是我唯一的归宿。离别总是那么突然，子孙有友好无？有代代出状元无？那个阿万玩具伊拉塞，有买一样的发财这里，就是对它还有头油给树木拉给，给它蒜头给树啊给，哎不会的那个好可爱哦，谢谢，这个就是我就是在中原普渡歌会的前1个月就已经先买起来了，对，因为我一直想要玩这个梗，它真的好好玩，可是我觉得很可惜的是啦，它这个真的是刻意就是用成那个台湾本土文化元素下去做一个一些车子的设计嘛，像头油杯啊，这个电子花车，甚至还有一些摊贩的这些玩具都有。可是它配的那些音乐，我觉得如果是台谣台语歌多好。可是我听到，哇靠，是抖音歌，就好难过。就当然它也是很摇，可是我觉得如果他愿意配台语台谣歌更赞，就完全就哇，这是台湾魂，台湾价值满满，对，就比较不会有一些有点违和那种感觉，对，所以就是我现在录的这个下面的这个电子花车，然后现在我的这个氛围，这个影片其实配上我的台谣就非常适合。然后阿旺玩具，谢谢你留下你的留言。哎，你来都来了，那个250块准备好，你要不要那个参加我们的那个募资活动？最后7小时12分钟哦，倒数中，我们已经要破100万了，好不好？阿万先生，对，这位阿万玩具先生，只要250块，你就可以成为我们那个募资138人，第138人。对不起，最高转播，我这边老鼠你拿，喝口水。来到老鼠会。我们的募资专案最后7小时了，我们已经快要破100万了，最后3万块，250块就可以赞助我们这一次非常台的专案哦。对，牙控车很可爱，对不对，阿万？所以我觉得很可惜，就是它是抖音歌曲哦，这个有点可惜哦。这个如果哪是台语吼，真正比大力讲那一个。啊，来晚了吗？好，吉玛莎不会，我们最后一里路晚上还会再加开我们的冲刺，晚上9点，我们晚上9点可以再见哦。我真的很难得会在晚上9点出现，我希望真的在今天晚上11点59分以前，我们可以看到100万这个数字，最后3万块，最后3万块，然后
麻烦大家真的把我们最后一里路分享出去，尽量分享。然后祝生我们的新的原创曲 APP 热推，欢迎大家热推起来，好不好？多谢大家，后一首歌吹落。会够大声呢，非常非常的 MIDI。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祝福咱阿吹、菜菜甲咱的财主啊八月生日的人生日快乐！从你我到情绝对拢无第二句话，好康歹康加减嘛着来批判哦。世间像咱这捌一个，啊实在无几个哦。足多嘛地听讲今仔日你生日啊，害我唱歌心肝煞来扑一个扑一个，雄雄毋知要讲啥话，祝福你娶水某，做老公啊做阿公，子孙满堂 Happy Birthday， 哈哈哈嘿嘿嘿，我祝你食到2350岁哦 ，Happy Birthday， 哈哈哈嘿嘿嘿，我祝你食到2350岁吼。哪道地道目屎加纸无味道，公公保庇哦，保庇你万事如意，万年富贵啊！哪道地道目屎加纸无味道，公公保庇哦。你我到情绝对拢无第二句话，好康歹康加减嘛着来批判哦。世间亲像咱这捌一个，实在无几个哦。足多捌地听讲今仔日你生日啊，害我唱歌心肝煞来扑一个扑一个，雄雄毋知要讲啥话，祝福你娶水某，做老公啊做阿公，子孙满堂 Happy Birthday， 哈哈哈嘿嘿嘿，我祝你食到2350岁哈 ，Happy Birthday， 哈哈哈嘿嘿嘿，我祝你食到2350岁哦。哪道地道目屎加纸无味道，公公保庇哦，保庇你万事如意，万年富贵。哪道地道目屎加纸无味道，公公保庇哦。对，它已经变成我的肌肉记忆了。菜菜，它现在看起来很抽象，你喜欢吗？满满的台湾价值，谢谢菜菜。250块，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赞助起来，我们快要破100万了，耶、yeah! ！Happy Birthday， 啊哈哈嘿嘿嘿，我祝你食到2350岁哦 ，Happy Birthday， 啊哈哈嘿嘿嘿，我祝你食到2350岁啊 ，Happy Birthday， 啊哈哈嘿嘿嘿，我祝你食到2350岁哦。嘿嘿嘿，我祝你食到2350岁啊 ，Happy Birthday！ 啊，我不行了，我要断气了，我不行了，啊，今天情绪太嗨了，救命！啊 ，Happy Birthday 啊，嘿嘿嘿，啊 ，Happy Birthday 啊。嘿嘿嘿嘿嘿嘿嘿，哈哈哈哈！Happy Birthday， 罗东西。总之呢，我他就非我没得到过在吗？18月份的寿星有财鼠，然后菜菜，然后阿吹，然后雅晨呢，然后天君，虽然说一阵子没看到，但是他也是8月4、5星。有沙跟桑马西呢，还有我们的人红呢，小组长。谢谢你们！8月份，我已经很久没唱这首歌了。对，啊，好热哦！太棒了，跟满满祝福。我真难得会再把这首歌开出来，因为之前太想唱了，唱到烂掉。然后刚好中原普渡歌会，不晓得为什么就有这首歌。然后我想说，后来
嘛是多好，我的倒边。哎呀，我的左边就是有鸡卵糕，我拜拜用的鸡卵糕嘛是会使啦，庆祝一下8月份的寿星啦。来中完 POTO 的时阵，那个庆生感觉怪怪的。我还帮你们准备那个祝寿金子呢，是不是？给我金元宝，是不是？补财呢，是不是？补寿还补财这样。哦，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喝一口水。天哪，超嗨！来，我今天为了大家一首练不起来的歌。还是练不起来。来，我们下一首。虽然说我会唱得很烂，但是中原普渡怎么可以没有这首歌？哦，真的是就串的一个知不？讲我手甲转破。来，倒退噜噜噜噜噜噜噜，它好难唱哦！天哪，对不起，我看一下哦。嘿，拜茶拜茶拜茶，当海花赛海花，啊痛了啥？喵喵喵喵喵，完蛋了！对，要录了。我早上跟大宝老师在录音的时候，然后我还跟他讲说，怎么办？这首歌好难唱哦，完全没有办法好好的唱。可是这首歌听久了，你会发现它真的很厉害。在爸爸妈妈那个年代，居然就已经有这首这么屌的歌，难怪现在这首歌在2025年还是有人继续去听它。超屌欸，这首歌好屌哦！他在台语歌里面已经算传奇了。我们的黄克林先生，黄克林哥是不是？这条鸡卵糕吼，加落去吼，保证你身体好，食饱嘿，身体好，食饱二路新秀二吼。我看你新秀二的是久住青烟来，咱今仔日一定都有久住青烟来期待一下吼，也可以期待一下我们久住青烟哦。好。我想要看这个木枝条，就是一直1分1秒的，好紧张哦！天啊啊！希望有机会把3万真的冲过去。好，有你就有过桥哦，所以哦，真的吗？所以克林哥还有写很多色色歌，是不是？我其实就只有知道他这首的退路真的太厉害了。来，我可能会唱得很烂，我们致敬一下我们克林哥，不是七龙珠的克林。不是那位人生胜利组，好不好？不是那位取到18号的人生胜利组。我哪不听了呢？太应景了吧？是不是？这位是 Studio 先生，欢迎你来到大高雄工业国。那今摆咧电子花车就是来咧高雄咧主办迄中原普渡的歌会，咱今摆咧唱歌，吼。南部就是爱这边的。大高雄工业国电子花车，咱今摆要唱的是倒退路，啊，不过我唱的就烂，我可能会唱得很烂。然后这位 Studio 先生，相逢自是有缘，我们的中原普渡歌会1年1度也被你遇上了。既然我们这么有缘分，不嫌弃的话，请你扫进 QR Code 里面，参与我们的募资活动，只要250块就可以留下你的大名，就可以在龙柱留下你的姓名，保你子孙满堂，早生贵子。他已经觉得怎么来到奇怪的台。我们的赞助专案只剩最后7小时，我们快破100万了，250块就可以支持我们，好不好？我们的台语专辑《崩裂 Hockey》18号我老婆可恶的克里吗？春丽姐姐18号是大家心目中的美完美老婆，是不是？好，来，我要来录一个啊！这首歌就快唱诶，我可能录不太过去，让我尽量。好难哦。米刷拜cha拜cha，咧传了王爷公啊，王爷囝，我是个那呱呱呱呱呱呱，啊呀，天呀呀呀呀呀，啊，我
风啊喵喵喵喵喵喵，呱呱呱呱呱，工地开开喵喵喵喵，不鸡蛋哟，好难哦。草坡啊，那小啊，草啊青青，草坡啊，路啊小啊，草啊挂起，有好的新妇是三顿烧。不好的新妇是过路桥，哦过路桥，摇你就摇假桥。好难哦！当的现在来你嘛小钱去哦，现在小钱是为了买落去哦，现在来你嘛小钱去哦。现在小钱是卖得娘娘娘娘，叫你就行过桥。好会唱。骨头妹妹呱呱呱呱呱，歌舞的呀叫伊呱呱呱呱呱，小酒杯啊你呀你呀呱呱呱呱呱，阿公对人是叫呱呱呱呱。上啊草啊挂起，有好的新妇是三顿烧，不好的新妇是假路摇，啊假路摇，摇你就摇假桥。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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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来你嘛小钱去哦。现在小钱是为着买落去哦，现在来你嘛小钱去哦，现在小钱是为着买落去哦，行你就行，行到观音佛祖庙。哦，不行了，好难唱哦！我们克林哥太屌了，克林哥这首歌真的是太屌了，天哪！88000，谢谢你，88000，你是一个好数字。但是现在我们的这个募资专案只差3万块就可以破100万咯，所以88000你可以抽取您的3万块，不是？这个数字发！来，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我们的赞助专案即将破100万，只要250块就可以赞助我们，支持我们咯。没办法，早上太忙了，没有办法练好它。但是我觉得可以截取1-2段，还不错。对，呱呱呱呱呱，从头到尾。好啦，我会努力再把它练好。对，都有退风，对，这就是大场面，都有退风。今仔日普渡嘛，今仔日是阮的中原普渡的歌会，吼，所以要说普渡嘛是个印记。我们今天人团3C4个，我们3生4果已经先炙烧过了，对，我们的挚爱已经在我们第一趴已经把它结束掉，把所有的食物都炙烧过，然后还迎合了就胖，尘归尘，土归土，所有有关食物以及缅怀的歌曲我们都可以放上去，但是很特别的九柱青烟居然也可以放上去，呱呱呱，还有自己的风格。如果是好兄弟，我觉得等一下，吴金老师为什么他们会觉得很茫然？我觉得我唱的非常的努力，非常的认真，他们一定会觉得说哇，这个主播真的好努力哦，要守护他，保佑他，不是吗？对不对？直接乖乖冒杀嘛？为什么？我很努力嘛，对不对？我会把它学好的。好好奇灌猫砂怎么灌？不要问我，我没有被灌过。哦，留言留一个神秘陶土的话，不算是一种龙柱画陶哦，很像很酷现在不是不行谢谢。我们现在的这个专案在灌猫砂，不是？想知道我们专案灌猫砂吗？只要250块，你就可以找我们专案灌猫砂。开始在讲干话。
好啦，还好的退路，其实我有特别去练其中一段，因为那一段是我目前应该说今天就是比较抓得到的那一段。对，所以精华可以剪那一段。那一段比较完整的，我在跟宝贝讲在哪里。对，很努力了，对，很努力，对啊。他说如果留言留一个水蜜桃的话，好，我这个看过了，讲的那个是什么？殡葬九罐毛虾，这个就不知道嘞。这我就等一下，我想为什么是灌毛虾？想说什么是九罐毛虾？这个就可能要去查一下。与会的各位贵宾，如果你们对这个九罐毛虾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科普一下哦。谢谢你们，这是献给大家呱呱版的态度，对，实在是没有时间练好它。所以我是要给那，我是要给那个的。但是呢，大家众所期待的这首歌一定要献给大家。来，等我一下。来，众所期待的这首歌，同样的也是感谢新秀二帮我们改版久住青烟版本。久住青烟版本实在是太优秀了啊！想说什么？两位老师总这么会不怪我猫砂，我直接人生毕业。我跟你说，好来久住青烟这首歌，我们要有恭谦的心情，我们要有诚恳的心情来演唱这首歌。至于它为什么会变成久住青烟，这不要问我，很可怕。好的，我来准备一下。来自于今年度金曲奖其中一首指定曲《数到10》，至于它被怎么改，不要问，很恐怖。等我一下，我确认一下伴奏。OK， 你们要的久住纷飞要来了。我对不起佩慈啊哈，祝愿普渡快乐哦，大家。完蛋了，我还没有找歌词。等啊！优雅的蝴蝶，自由穿梭在花蕊，沉默的落叶，风来了就要道别。不同的世界没有错与对，人有各自的终点。你看不见心酸那些，天亮了又黑，爱走了才有后悔。我们都在写，每天都勇敢一点。在这个人间路过了伤悲，距离幸福就不远。抬头让阳光晒干我的泪，带上一伙人，两船进三三素面丝线过无缘中冰到明年。当流排起了桌面，流出纷飞，少了一个人，两船进多忙3天7月的第8天，中原逐年。那时的我们说好，少了久住青烟，十分感念。当然要放小抄啊，让你们感受一下，十分感念。天亮了又黑，爱走了才有后悔。我们都在写，每天都勇敢一点。在这个人间路过了伤悲，距离幸福就不远。抬头让阳光晒干我的泪，带上一伙人，两船进三三素面丝线过5月中冰到明年。当流排起了桌面，流出纷飞，
天7月的第8天，中元猪年，那时的我们少了九柱青烟，十分感念。带上一伙人，2寸金，3生宿命，4线过，5月总并到明年。当料排起了桌面，聊出纷飞，少了一个人，2寸金，多忙3天。7月的第8天，中元猪年，那时的我们少了九柱青烟，十分感念，十分感谢。上香，阿长你好，要参加我们的专案吗？倒数6小时，只要250块就可以跟我们上香，不是，只要250块就会留下龙珠，就可以参加我们专案，已经专案快破100万了，感谢新秀的被原歌词拉回去。掏假哪有掏假不？即使我不放在这边，我还是会看小抄。哦天哪，好像满肚子都在打嗝胀气，不好意思。谢谢大家，九柱青烟。不会是当时被猪猪送上置顶的改词歌手吗？我们这边很多改词歌手啊，很多的。使出圆环。你突然天哪，这句话好有画面哦，好有那个对，感觉听到了什么？请支援收银。想喝一拉下，欢迎来上香，欢迎我们朱儿子带领着他的团队，他们的人媒来上香，不是啊，我要来上香，中元普渡。谢谢小喵喵你来了，谢谢朱儿子，感谢你的降落。朱儿子，你看我们的募资条要破100万了，我们剩下最后的3万块，再冲一下，大概29000块。天哪，谢谢你们，只要250块就可以参与我们的募资活动，留下你们的姓名在我们这次专案的龙柱上面。洛拉屯，谢谢你的降落，默默跟台视又有人降落了，谢谢，谢谢，十分怀念，十分感念，十分感谢，谢谢你们。今天可以冲到这个数字，对猪猪的频道，对我们团队而言真的很激励。晚上9点我还会再加开最后冲刺的歌会，因为我也很难得在晚上跟大家见面，所以也希望更多的新朋友可以听听看猪猪唱歌。对，虽然说很老派，但是我最喜欢唱歌给你们听了。上香九柱青烟，请上香。天哪，好闹哦！哇，今天真的心情很澎湃。希望有更多不知道这个活动的人，在最后的这一刻，可以一起参与我们最后3万块，然后把它突破100万募资的这个记录。希望可以一起见证我们这次的这个丢逼专辑，真的可以有机会冲向100万，真的是超赞超赞的一个里程碑哦！谢谢你们大家，来，哇，差不多喘息一下。给自己喘息一下啊！我真的像是某个什么中元普渡主持人，声音都快没了，我天哪！然后最后，我们 Double 老师，我们的丢 V 爸爸魏魏老师，在我们这次的专案最后冲刺的这个计划，也有加码1万元的购物金的活动，欢迎大家把握时间参加起来，到最后的8点半。好，只要到置顶留言置顶连结点下去，到猪猪的 Twitter 的置顶的留言串，好，留下这个丢 V， 好，加上其他的文字都 OK， 然后再帮我们分享转贴出去。我们会在今天晚上9点的这个
冲刺配信里面，好找一个时间，大家一起来抽奖，看说这个万元得主到底会是谁呢？好不好？大家来都来了，支持起来，参加起来，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哇，他懂那个时间有记录，委托黑暗等一下。趴趴熊，你想干嘛？福利熊，你要干嘛？你要委托黑象书记官做什么？小妮妮，我们希望我们真的有机会到100万，但是我觉得妮为我们这次的专案真的丢的真的是太厉害了，我真的很怕小妮妮会不会真的睡公园没有吃饭。但是我当然知道这对小妮妮而言不过就是39块的数字，你的39万对于大佬而言不过就是39块，对，这个猪猪是了解的，对，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吃饭。希望真的可以看到100万这个数字，好不好？对，我们最后的这个阶段真的心情三温暖呐。谢谢你们大家，最后的29000块，希望可以在晚上看到我们破100万的这个瞬间，一起见证这个时刻。哪个时间轴若是每首歌的话会整理吗？对，他娃都会帮助整理时间轴的部分，真非常感谢。比如说自己不你找不到的，有才可以上8月的生日寿星可以去补档一下我们的，刚刚有唱 Happy Birthday， 稍微刚好帮8月份的寿星庆祝一下这样子。对，画面很混沌吗？对，因为我肚子也饿了。我们中原普渡歌会感谢今天你各位牺牲你们的双眼，过来见证我们这个混沌的这一刻，以及见证我们即将要破100万的这一刻。三生用速兔带着们不可以。初见安安单推娜娜的不要，初见安安这位单推娜娜的不要，您可以什么都不要，但是一定要加入我们这次专案最后募资机会，只剩下最后的6小时，要募资，绝对要募资，只要250块，绝对要募资，好不好？250块就可以参与我们这次即将破100万的这个募资活动。台湾文化支持起来，谢谢有你们。黑象书记官，你什么都没看到。黑象书记官，你什么都没有看到。那时候 AI 取代不了，对，取代不了我的精明干练，是不是？然后柚子整个都变成柚子，我黑象书记官只能变成趴趴熊的人了，完蛋了。你睡的公园很大，对，我们妮妮本身就睡公园，他们的公园是 villa， 那公园本身就是他的地，他的地旁边有公园，旁边有别墅。你们如果为了我们这次的专案赞助到没有地方睡，欢迎去睡妮妮的公园，他的公园还有私人的那个什么，应该是有那个执事之类的，或者是梅多沙，好不好？好羡慕，我也好想睡妮妮的公园。也特别这样，为什么他娃知道他娃？你应该不知道的，不要，你捡啊，有种找得到就捡啊！不，等一下，你们开始在找了呀。除非你锁是，好啦，我不会锁啦，因为今天真的是太多值得纪念的片段了。我精明干练，我不会锁，对，我的精明干练无法取代。谢谢你们，那么今天晚上9点再见，我要再去准备一下东西，快点吃饭、洗澡，然后刷牙。我是好宝宝，我会香香的。在9点的时候跟大家见面，然后最后我们伟伟老师大波老师加码的这个万元抽奖金的活动，请大家一定要把握时间，最后大概2-3个小时的时间，快点参加起来哦！谢谢你们大家。那猪猪现在要来找一下我们的 Sweebo， 我们要降落到谁那边去了？你们等我一下哦，我在后台筛选一下。谢谢你们。感谢即将破100万的这一刻，希望在晚上9点可以看到，好不好？请大家帮我们分享出去。我们最后的这个专案最后倒数6小时，希望真的有机会看到100万这个数字之外，我们的祝生继续刮。喜欢的话也请帮我们乐推出去，用你们的手机 APP 让更多人听到这一首歌。
多年，才来拄着你，今日的后声，千里传到这，海海人生路，谁人来听惜？亲像我安尼，人人会当幸福，祈求一个有希望，我拢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你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守护。今日的后声，千里传到这，海海人生路，谁人来甲咱听惜？亲像我安尼，人人会当幸福。一个有希望，我拢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你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守护。听头来为着伊，我甘愿合掌长跪，直到天明。心肝内，伊在祈求的摇笑声，亲像我安尼，人人会当幸福。祈求一个有希望，我拢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你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甲咱守护。缘分来到你我之间，手相他，情丝乱。有因相想，无因自责，牵一挂囝问刺强正，总是会有一天，人会看天开月影，后暗搁遐一领被烧我。祖先娘娘啊，多谢你的宝贝。